这个歌就是段文岭情声泪。这个歌在差不多130年前，作词作曲同一个人，叫做林荣先生。最早期的时阵，是郭金华先生所唱，后来呢，段文岭情声泪由叶启田改唱红。今麦讲到叶启田，我将启田历史由来，讲互咱每一个录影带的好朋友知影，做伙来甲伊庆祝，来甲伊欢喜。叶启田真正歹命人啊！今仔已经做到一个立法委员，我诸葛亮真甲懊恼，真甲祝福，通歌坛的人，大家都甲欢喜。叶启田是真辛苦，才得到这个宝岛歌王的外号。当初伊要出来选立法委员的时阵，有请我食饭，甲南投朱贤宫的师姐做伙食尾个，伊才甲讲，梁兄，立法委员这回我要参加选举，我也是甲讲，你讲有把握？伊讲有，我要唱我这个歌，3分天注定，7分靠打拼，要靠我叶启田、叶宪修会做人，认真当台北县为全省的变面，抛头露面要出来拼。很好，我会支持你。你选举的时阵，我诸葛亮绝对给你斗下手，我一定也中选。我诸葛亮真甲欢喜，甲欢喜。讲到叶启田、叶宪修，这个人20多年前，伊是安怎会来做歌星？恁知唔知？20多年前，伊伫在台北市迄个圆环迄个所在，后壁派一粒鼓，头前挂一支假目镜，偏斗红红，头前掠一支吉他，自细汉10几岁就做爱唱歌，后壁弄鼓，头前挂目镜，偏红红，弹吉他，沿路家家户户一直唱，唱歌互听，人就为我。伊咧卖面汤饼，咧卖沙粉粉，家家户户拢去卖。结果为怎样伊哪会当做歌星？人讲伊的青云教育，拄伫迄个所在，家家户户一直卖，都去碰到郭大成老师。郭大成也是早期一个不得了的歌王。讲叶启田就是叶宪修，这个囡仔歌声真特殊。台湾囡仔咧唱这种声的声质，敢若伊有法度人安尼唱，袂歹。当甲收起来做学生，叶启田接拜郭大成老师做先生。伊是安怎做歌星？就是对下来，一郭大成老师，伊的某就是贾丽燕。贾丽燕就是一个作词家，也是咱中华民国头一位五言合唱团带团体出国甲人比赛的合唱团，代表国家摕到冠军倒转来。这就是郭大成的家后郭太太贾丽燕。叶启田的做歌星，就是贾丽燕，甲伊做一块歌，叫做《来线行歌》。叶启田就是对贾丽燕
因师傅娘啊，做这块歌互伊唱，过大成才甲伊灌唱片，头一块歌出来，大山野歌，才有一个叶启田的存在，才有一个宝岛歌王的歌号对下来。啊！但是人叶启田真有感情，人因书声足好。叶启田这回立法委员的选举，人伊的老师年岁一定偌济啊！我若来甲助选，我若爬起来唱歌，互人客听，互伊回想，互各位的父老兄弟姊妹知影讲，这个歌就是郭大成的歌曲。叶启田就是伊的学生，初初收来时用伊的正名叫做叶宪修。了后讲，你若甲要做歌星，一定要附一个歌号。郭大成老师，才该叫做叶启田。人的书声有够赞，也毋过伊的先生娘啊，真厉害，无福气，一定过身，得要17年。伊所属的歌曲有够多。但是人启田啊，足有感情。不管是咧怀怀念念着伊的郭大成老师、谢丽燕先生呢，人伊中选立法委员，人中选了，人也专工去墓仔埔去拜先生娘啊的墓。我相信先生娘啊，谢丽燕，你在迄个九泉地下。你一定看到你的学生叶启田、叶宪修，现在一定伫立法院为咱这百姓伫咧出一口气。人讲3分天注定，7分靠打拼。伊拄拄抽到37号的，就会用这个伊的歌词，甲伊的歌内面的内容，认真家家户户。落去拜访，今日一定顺势中选。我相信咱全省的好朋友，伊的观众，伊的听众，你一定甲我同款来咧祝福。20多年前，叶启田就是咧卖3文粉，咧卖面汤饼，起身呢一定做立法委员，替阮这艺人一定出一口气。我祝福。咱即摆来甲讲叶启田的老师郭大成，这个作曲家、作词家，佫是一个歌唱者，真正是老歌。伊的歌有够特殊。我简单讲一个歌，叫做《流浪的军头西》。这个歌就是郭大成唱红的歌曲。当初郭大成，伊哪会想要做这个歌？伊哪会要唱这个歌？因为郭大成的老爸。就是国术馆的馆主，伊讲我做老爸，伫国术馆，伫咧教人练拳头，伫咧拍拳卖膏药，为这人这内伤外伤的在治疗。你无爱接掌我的位置，你当咧做歌星啊？哦，你做歌星，然后我问郭大成的老爸问郭大成，你会晓做歌，会晓唱歌？恁老爸咧开国术馆，你有法度甲我做一个国术馆的歌无？好，我明仔载随回你的消息，后个月唱片若出版，你就知影讲这个歌就是你的囝做的，叫做《流浪拳头西》，我唱互咱听看卖。响亮就是变，现在讲车可为的兄弟，军
一行三五名，为着名声拼性命。啊，请恁紧来看，流浪江湖的硬两个功夫，紧来紧来紧来来。今日有缘来相逢，恁就要搁再换别位。太祖君亲像天机，白河君亲像麻糍。啊，请恁紧来看，流浪江湖的硬两个功夫，紧来紧来紧来来。